选调。所以咱已经有大个祭司头，上帝囝耶稣，经过遐个天，咱就好当进群稳定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稳定最及时的帮助。但现在，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主比阿爸被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我若是离开你，我就无能为力咯。根据主的圣神来引带我，透我话通虔诚来带领你的百姓来做礼拜，互我来宣扬主你的福音，互我话通。向遐个伫听候仰望你的人来讲论主你的稳定甲这个真理，求主你赦免我一切这个过犯，互我会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也会通得到平安甲喜乐来服侍你。今日我搁一摆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，要来恭听主你的教示。恳求圣神来开启阮属灵的目睭，互阮会通真正明白你的旨意。也恳求圣神来开启阮属灵的耳孔，互阮会当听清楚你的话语，互阮会通伫这个生活中来做见证，互阮专心专意来服侍你。他阮。要搁一摆为着德州休斯顿地区最近所经历着100年来这个超低温暴风雪来祈祷，因为这场暴风雪予几若百万户的厝力来断电断水，就是讲最近的这个电费、汽油、能源起大价。也有真侪所在欠水，我若要为着 SEV 基督徒的老板，因的慷慨来帮赞的感谢你，祝你互因感动，互真这百姓唔免付钱，就会当将伊拄拄采港的这食米，拢总来搬转去。主求你来纪念因的疼心。他亲来主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暴风雪也是你掌权的人。我求天父上帝怜悯，使予大地有这个温暖的日光，或者阴霾会当紧紧来离开，因着这个暴风雪来遭受房屋、水管的迫力，也会当紧紧得到修复，来让百姓恢复平静的生活。愿望上帝怜悯，互美国百姓有悔改的心，恳求上帝来医治这个土地，互美国真正搁一摆当伟大起来。但今日我要搁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来宣告，来洁净阮，来保护着阮。互这个新的一年会当看到这个新的盼望。那今日阮搁一摆透过了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阿罗尼，恳求主你怜悯阮，互今日所有参与伫这个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姊妹，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。互阮每一个人通接受上帝赐予的管道。但
下在阮困个主，先来牵起罗卜的嘴，圣神也来感谢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有这个蒙恩的一个主日，让阮深深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诗篇122篇第1节到第3节。第1节，人对我讲：“咱来去耶和华的厝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阮的脚徛伫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受起坐，亲像联络整齐的声。”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诗篇127篇第1节到第2节。第1节，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坐，起坐迄个人就空空着磨。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。恁早早起，晚晚困，食落落所得到的饭，也是空空。耶和华所听的人，伊要互伊好困。第3位的圣经节记载伫民数记第10章35节到36节。35节，约柜起身的时，摩西就讲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愿你的对敌四散，愿怨恨你的人伫你的面前逃走。”约柜停的时，伊就讲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倒来，到以色列千千万万人的中间。”这是上帝的话。读这本册，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明。这条要来学咯，保护以色列的无拄眠，也无困去。保护以色列主，也无拄眠，也无困去。保护以色列主，也无拄眠，也无困去。以色列着用山行吧，你的帮在水打落来。创造天地上帝遐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保护以色列主，也无拄眠，也无困去。保护以色列主，也无拄眠，也无困去。以色列中山行吧，你的帮才是对打落来。对创造天地上帝遐来，
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一是太阳伊无伤你，二是月亮无害你，耶和华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一是太阳伊无伤你，二是月亮无害你，日出日日伊保护你，对大地高永远。以色列就用山行吧，你的帮才是对大落来，对创造天地上帝遐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保护以色列主，也无拄眠也无困去。保护以色列主，也无拄眠也无困去。以色列着用山行步，你的帮咱是对大路来，对做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保护以色列主，也无拄眠也无困去。保护以色列主，也无拄眠也无困去。以色列中山行吧，你的帮才是对大路来，对做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，伊的名。是耶和华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保护以色
作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一是太阳，伊无上帝；二是月亮，无害你。耶和华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一是太阳，伊无上帝；二是月亮，无害你。日出日日，伊保护你，直达伊到永远。以色列就用山行吧，你的帮才是对他落来，对创造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主也无拄面，也无困以色列主也无拄面，也无困以色列着用山行吧，你的帮咱是对他落来，为做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主也无拄面，也无困以色列主也无拄面，也无困以色列用山行吧，你的帮才是对他落来，对做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，伊的名是耶和华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主也无拄面，也无困以色列主也无拄面，也无困以色列着用山行吧，你的帮才随他落来，为创造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主也无拄面，也无困以色列主也无
无路边也无困去，以色列中山也无，你的目才是对答落来。创造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一是太阳，伊无上帝；伊是月亮，无害你。耶和华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太阳伊无上帝，伊是月亮无害你，日出日日伊无予你，你达得到永安。以色列就用山行吧，你的帮才是对答落来，对创造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主也无路边也无困去，以色列主也无路边也无困去，以色列中山行无，你的帮咱是对答落来，为做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主也无路边也无困去，以色列主也无路边也无困去。以色列中山行吧，你的帮才是对答落来，对做天地上帝也来，伊的名是耶和华，伊的名是耶和华，伊的名是耶和华。亲爱的乡亲、士大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每一种的这个宗教，拢总有这个朝圣的旅行。那么朝圣这座旅行是集合了人类信仰的每一个阶层，所以朝圣一路定心启发着世间人。伫这条充满神圣意象的这路途中间，互每一个人拢会当经历到这灵性这个洗礼。对于回教徒来讲，一年一摆的这个大代志，就是去麦加这个朝圣。因回教徒一世人中间，若会当去这个麦加朝圣一摆。
就是因最大的这个神愿。那么，伫这个欧洲雕成的路有真多条，其中上出名的就是这个圣地亚哥雕成这条路。圣地亚哥这条雕成的路，这条是对中世纪开始的这个雕成的路，每一日拢有大量的这个雕像者徛伫这个路顶。那么这条路对中世纪开始的这个雕像的之路呢，一开始是拢总是宗教的这个雕像者。千多年过去咯，今仔日若是踏上这个路的人，即马已经是无拄拄是信徒，有真侪是挑战的这个背包客吼，排这个尼古萨古的吼背包客。这个古约时代，摩西已经有先甲以色列百姓讲吼，讲将来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后，一年有3遍，爱来到上帝所竞选的所在来守这个节期。这3个节期，头一个是搬过节，第二个是五旬节，第三个是大饼节。上帝选民分散伫各所在，因对地势较低这个家乡，倒入要奉献上帝的礼物，排除这个路上的这个塔阶，一步一步往顶面来行，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上帝。所以圣经中对这个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，总共有15篇的这个上架的诗，八架吼上架的诗。所以这个上架的诗就是以色列人每年有3摆，对逐所在来到耶路撒冷，因要朝见上帝的时，因一面行一面咧吟这个八架的歌吼。这个时阵，因无搁咧谈政治啊，嘛无咧搁咧谈这个经济，嘛无咧讲这个教育啊，也无咧讲这个战争的代志。因的心只有仰望着这个锡安，着上帝尔定。这个诗篇122篇是大卫王所写的这个上架的诗。讲人对我讲，咱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的脚踮伫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被起造，亲像连续整齐一座城。所以当时人若是较倚近这个耶路撒冷的时，当行人就哪来哪坐。当来到耶路撒冷，徛伫这个城中来观看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，是何等的水呢？诗篇127篇是所罗门王所写的这个上架的诗，是因将这个朝见上帝的路程来比拼做人生的这个旅程，有关山，嘛有低低这个山谷。因相信伫这个旅程顶悬，上帝必定要增加因的快乐福音，互伊袂当朝见着上帝。但所罗门王所写这篇这个上架的诗，伫短短2节内底，有出现3摆这个枉然，这个枉然，或者台语叫做空空啦吼，出现3摆这个空空，这空空毋是干那指着讲代志无达到预先期待这个目标，更较是伫讲所做代志是无什么意义的。大家来看这3个枉然啊，3个空空。到底是咧讲啥个？但所罗门王所讲的，头一个空空就是讲，厝体若毋是由我起造的，起造的人就空空着活，空空着活，这是头一个空空。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是伫所罗门王的手所来起造的。所罗门王伊知影，无论圣殿是我哩遮宽大。是我哩遮辉煌，砖头是我哩遮水，材料是何等的这个贵重，拢总是外面的物件尔定。上要紧的就是讲，是不是出自耶和华的起造？
如果若是出于人的工作，对上帝来看就袂算作是什么咯。那么安怎样是叫做上帝去做呢？当然，毋是上帝家己亲身诚做一个拍石师傅，还是讲木匠亲身参与伫这个去做的工作，毋是，乃是上帝伊的神运用伫人的心内，人真乐意来顺探，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去做的，这才是上帝的工作啦。那么人类建造这个历史中一摆上大的失败，就是人想要起造这个巴别塔。因讲吼，来啊，咱来起一座城甲一座塔，塔顶要透天啦。就是这毋是出在伫上帝意思，所以后我就互因对遮来分散伫全地顶面，所以因就停工，无搁再起造迄个城咯。兼且有人会问讲吼，嘛有真侪人毋捌上帝呢？因嘛凭着家己的气力，起了真侪厝体啊，因嘛拢搬入去住呢？无毋对，人是有能力来起造这个厝体，总是上帝互人的智慧，有这个能力去起造这个厝体。毋过呢，起造的人心内也是有存这个诡诈，偷工减料。地动坐来，大楼就要倒坏，所以地动是验收建筑物最好的这个机会。所以建筑物若是干那一摆这个验收，也是无够个。咱台湾是伫这个地动的这个断层地带吼，所以常常有地动啦。有这个偷工减料的这个建筑物，袂当通过这个地动的验收，所以差不多拢总倒坏啊。所以有死伤真侪人。对一个无神论的人来讲吼，虽然因讲无有上帝，因嘛无相信上帝，就是因也承认，因伫建造的过程有真侪这未通确定的这个因素，所以有真侪这个状况，因无法度来掌握的。譬如讲，这个条件好，这个太空梭吼。到底是安怎爆炸的？到今仔日咯，还阁找不出这个确实的原理伫倒落。所以所罗门王讲，若毋是要我固守的城池，固守的人就空空警醒，这就是第二个空空，空空警醒。这句话是所罗门王的经验之谈。固守城池的人，你搁较安怎来警醒？这个对着拢总办法咧偷偷来甲你攻击的。俗话讲吼，讲明情好相，暗箭难防。因为固守的人拢是徛伫这个明的所在，那么偷偷来攻击的人，伊拢是秘伫这个暗的所在，所以互人这个防不胜防啦。以色列百姓特别离开埃及的时，头一个对着就是亚玛力人。那么亚玛力人和摩西真头疼，因为亚玛力人拢是专门咧攻击后面迄个对无着阵的人，所以摩西头足疼的，所以摩西就求上帝帮助伊来固守以色列百姓。民数记第10章35、30、36记载讲，约柜往前的时阵，摩西就讲：耶和华求你兴起，愿你的对立四线，愿恨你的人对你面前逃走。约柜若是停的时，伊就讲：耶和华求你倒转去以色列千万人的中间。耶和华的固守比人的固守更加好势。有时阵上帝互对着惊吓，就毋敢去对杀这个以色列百姓，这就比人的固守更加有效果呢。所罗门王祈祷上帝，求上帝为他固守这个圣殿，所以最后呢，圣殿嘛是被毁坏去，因为以色列百姓离开上帝，上帝就弃绝这个圣殿，无爱咯。所以咱看到这个厝体城池的这个存留，拢是伫上帝手中。
出于上帝起造，上帝自然会保守甲看顾。上帝若是要起造的时，人国在安怎的个性嘛是无路用、无采工的。最后所有文讲吼，恁清早起来，暗时安歇，食着外来的即个饭，本是空空的。这是第三个空空。照上帝公义来讲，每一日早早起床，温群工作。应该起做的，咱就做好势；着顾惜的，咱嘛顾惜好势咯。到暝时，看到自己的工作也得到安慰。咱所食的饭是着磨辛苦着磨得到的，毋是出伫即个诡诈，也毋是去抢来，所以食的是必定是会芳会甜嘛。安怎讲会空空呢？但是即个所罗门王讲，独独只有耶和华所亲爱的。要叫伊安然困去，独独只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才袂空空着活。这得甲咱讲，虽说伊若是毋捌上帝，伊虽讲早早起来着活，暗时食饭得困，上帝讲当是空空的啦。因为这甲其他的动物共款啊，其他动物就困醒就活动嘛，腹肚枵就找物来食嘛。天暗嘛就倒咧困，人着活的生活，敢若敢若是为着食饭的时，上帝讲，这拢是空空嘛。所以所罗门王有一个名是上帝替伊号的，还叫做阿爹爹阿，意思就是耶和华所亲爱。这个阿爹爹阿就是讲耶和华所亲爱。这个申命记33章12节讲，耶和华所亲爱，必定要做伙，甲耶和华安然徛起。耶和华规日要热看伊，也要伫伊两个肩胛头中间。到伫上帝两个肩胛头的中间，就是那像徛伫上帝这肩胛头顶面，就那就一个细仔囡仔，伊徛伫老爸这肩胛头顶悬。这是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安稳甲自在啊！因的身份是建立伫因甲上帝所，因是上帝所听的，这个真理的顶悬，毋是因的成就，也毋是因我人家拍拼，乃是因甲上帝有建立一个听的关系。因知影，因伫基督内面的身份，因所做一切，拢是要互上帝欢喜的。毋是要讨人欢喜的，这个身份要叫因会通安然来困，因的心内有平安，有满足的这个喜乐。最后所祈祷就是暴风雨的中间，伊嘛会当安然的困呢，因为伊对天父会听，伊有信心。最后所伊嘛知影，什么人之罪伫掌管这个宇宙啊？所以世俗人。若无甲上帝建立一个听的关系，无确信家己是毋是上帝所听的人，那么就是互伊日时日出就来做，日落就休困，温困来刻苦，心内充满，抑阁是永远充满着这个空虚的。你所做工也是空空着活。人常常毋望上帝赐落上好的福音，结果毋是因心有所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常用家己的时间甲精力，投入去伫上帝所无看过的代志顶面，伫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顶面去拍拼奔波，伫上帝无教导的代志顶面，你无希望来成功的。你所付出的这个努力，拢都是空空着活的。你所浪费的，毋单单是金钱命件，你搁较是浪费着你的生命。因为伫人有限的活命中间，将时间、精力消费伫这个伫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顶面，就是虚度你的生命，无任何意义存在。有一句话你讲无事在人，
生死在天。讲明人毋是万能的，不管人怎样的努力，拢是需要天来配合，需要天来成全的。这个世界人所讲的天，原来就是咱所认捌的这个上帝。所以，一个认捌上帝的人，固然就要尽力，将应该做的代志做好势，也会当胜过所听的上帝。天父，咱才袂这个患得患失啦，患得患失。因为要我所亲爱的，要叫伊安然来困。所以有人伫苦困难毋通规日落落，煞来忽略甲上帝关系，也是袂记得咱家己活伫这个世界的使命到底是啥物？人的一生不是伫起做的，起做是一种的过程。上帝欢喜甲咱做伙同工，做伙来起做。伫起做的过程中，上帝看重咱的活命这个塑造，搁较赢过伫咱起做这个结果。因为厝体就是起做，搁较华美，搁较水，城墙搁较悬大，搁较坚固。总是若是无上帝住伫内面，有啥物路用啊？你来看，这个哥利亚亚利哥啦，讲毋对，亚利哥城悬大搁坚固，伫城内只有基利、拉合认捌上帝尔定。伫这个以色列人洗墙7天了后，这个城内的人的心惊吓。伫以色列百姓大声喊话下面，城墙不攻自倒，只有拉合、基路拉合一家得到救。这个神学家安瑟伦，伊陪伴教皇去参观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，教皇将这拜堂内底这豪华的这个金银财宝，拢寄互伊看。而且真得意讲吼，今仔日咱毋免阁像迄个彼得当时咧讲金银我拢无，迄款的这个真当算的话当时安瑟伦甲伊讲，无错，共款你今仔日也袂当亲像彼得所讲的，我要奉拿撒勒耶稣的名，互你起来行，迄种有冠冕话你无材料讲啊。主耶稣对出伫人的艺术的工程，捌讲过一句真严格话伊讲啊啦，伊讲记你栽种的物，若毋是我的天父所栽种的，必定会飞出来，甲伊挽起来。意思就是，无论你做了偌济代志，若是出伫人的，就无合伫上帝旨意。搁较水的厝体，搁较坚固的城池，若无出伫上帝旨意，若无上帝同在伫看顾，就空空着无了。所以咱所做的上帝爱做咱的，爱咱做一定会成功。上帝无爱咱做的，你去做嘛，你嘛做袂起来，因为一切拢是掌握伫上帝手中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要为着一切这恩典甲祝福，咱要来向上帝来献上感恩。咱要来宣告讲，这里是耶和华所起造的，一切拢是空，一切拢毋是空空着话。这里耶和华所固守的，一切拢毋是空空惊醒。咱拢是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咱要安然好困。互咱每一摆这个朝圣的路，拢会当看到上帝阳光的这面貌，得到伊的赏赐的平安甲祝福。阿们。这条要来吟回应诗歌，预备互伊食。厝体若毋是耶和华去做，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活。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就固守的人空空惊醒。厝体若毋是
也好花去做，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我。兄弟若毋是也好花高手，就高手的人空空经营。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，创造奇妙的上帝。伊掌管，伊做王，对大高永远。我可以爱伊，要互伊听。厝底若毋是也好我去做。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我，兄弟若毋是也好我高手，就高手的人空空经营。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，创造奇妙的上帝，伊掌管。做王对大高永远，我可以爱伊，要互伊听。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，创造奇妙的上帝，伊掌管到永远，我可以爱伊，要互伊听。到永远，我可以的伊要互伊听。厝底若毋是也好我去做，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我。兄弟若毋是也好我高手，就高手的人空空经营。厝底若毋是也好我去做，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我。兄弟若毋是也好我高手，就高手的人空空经营。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，创造奇妙的上帝。伊掌管，伊做王，对大高永远。我可以爱伊，要互伊听。厝底若毋是也好我去做，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我。兄弟若毋是也好我高手，就高手的人空空经营。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，创造奇妙的上帝。伊掌管，伊做王，对大高永远。我可以爱伊，要互伊听。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，创造奇妙的上帝。伊掌管到永远，我可以的伊要互伊听。伊掌管到永远，我可以的伊要互伊听。请咱这条同心三甲来祈祷吼。主必听人的天父上帝讲，满心的感谢你。但今日原对旧约诗篇122篇，第
第一节、第三节，以及诗篇127篇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民数记第10章35节、36节来思想这个雕像的旅程。雕像的旅程是结合了人类信仰的每一个阶层。雕像的路是重新来靠着世间人，伫这条充满这个神圣意象的这个路途顶端，每一个人拢会当经历到这个灵性的这个洗礼，总是最后所捌出对人的艺术的工程，讲了一句真严格的话。最后所以讲，今日栽种的物件，若是我爸所栽种的，必定要飞出来。意思就是讲，无论你做什么偌济代志，但是出伫人的，就无符合着上帝的旨意咯。就是更较水的厝体，更较坚固的城池。若是出对上帝旨意，若无上帝同在甲保守，就空空着活了。所以咱所做若是上帝按咱去做，一定特别成功，因为一切拢是伫上帝手中。但今日咱要搁为着一切，这个恩典甲祝福，来向上帝献上感恩。咱要搁宣告讲，这是由我所建造的，一切拢毋是空空着活。这是由我所保守的，就拢无搁再空空惊醒。咱拢是由我所亲爱的。咱要必定有安然好困的。啊，咱搁一摆在这个雕像的路，拢会当看到上帝荣光的面貌，通得到伊的祝福、的平安甲祝福。但今日咱要犹原要搁一摆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、为着全世界来祈祷，恳求天父上帝来祝福咱所行起的美国。还是台湾，还是世界各所在，或者肺炎的病毒因着这个疫苗的这个帮助，会当紧紧来获得平静甲健康的生活。但是当时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。阿们。但这条老师要甲恁祝祷吼，咱只是来接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做甲人民，最后所得到恩典，圣神保佑所有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们。亲爱乡亲、时代兄弟姊妹，咱今日的这个网络礼拜，伫这个所在就要过一段路。咱望伫后日，搁一摆伫空中大家见面。愿上帝祝福予恁阖家平安。再会，努力。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。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。
愿人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，愿人平安，愿人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。恁着去招万百姓做下成，甲伊行说咧几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，予天的团，予因救灵魂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名我予伊的面光照你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背后的话你的面。